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天作自作，也就神，也就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作之恶作第7条帮助的作。作就是到处溃来的意思，咱讲帮助，也就是帮赞。另外摕利益来斗帮忙，咱讲是补助、援助、关注、助益。另外互相帮助，咱讲是互助、助赞，也个互相出力来斗帮忙，咱讲是助力。助力副手，古早嘛有人讲是助手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助产士，这个意思就是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专门替人接生的人。古早嘛有人讲是产婆，有人讲是捡囝母。第二个词就是助赞，就是咱常常讲的帮赞，意思就是帮助帮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医学无发达，助产士、产婆的功夫都要有够高，唔免助手伫咧边仔助赞，一个人就有才调替人接生。一般母仔囝拢会当平安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助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